油咧就有好多好處，可以補充 Omega 3，就保護心血管啦，提升免疫力同埋調節生理嘅機能。呢款標明每份有1500個 mg Omega 3，符合美國心臟學會嘅醫學級建議，仲有家庭科醫生嘅推薦，並額外添加 DPA 同埋 Omega 9。呢種配方咧就比較少見，聲稱可以抑制炎反應同埋抗血黏嘅能力。之前做完激光矯視咧，對眼成日都好乾喎。keep 住滴眼藥水，咁食咗魚油一排咧，其實而家都唔使滴眼藥水啦。咁皮膚明顯好咗，化妝都少咗添啊！而家拍嘢咧，連粉底都戒埋，面油咧同埋暗瘡都少咗。時咧，我周圍咧呢度食嗰度食咧，前年喺檢嘅時候咧，我發現自己有三高，所以咧我平時咧就用魚油咧慢慢改善，保持我心臟嘅健康。市面上嘅魚油咧，通常有3種嘅形式。EE、TG 同埋 RTG， 咁其中 RTG 咧就係最接近天然嘅形式，但係坊間好多產品咧雖然都有標示到 RTG， 但係高純度咧先係重點啊！咁呢款咧其實就有94% 高純度 RTG 咧，生物利用率高咧，更加容易吸收喺人體，號稱吸收率咧可達3倍。我好怕食魚油㗎，因為我怕佢腥味。呢一款咧就有除腥嘅技術。佢個膠囊咧只有1.5 cm， 容易吞服。